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。晚上10點，由羅宇光為大家主持一節晚間新聞天地。首先係新聞提要：全國港澳研究會喺北京舉行專題研討會，夏寶龍表示，堅持同完善行政主導，關鍵係行政長官同特區政府要強化當家人意識。李家超喺亞洲金融論壇表示，去年母公司喺海外同埋內地嘅駐港公司數目創下歷史新高。陳美寶表示，好快公布新嘅鐵路標準，融合及利用國家興建高鐵時嘅經驗，務求做到提速、提效並減低成本。